台南市有一个公有停车场附设的电动机车换电站，伫个设立以后，竟然长达1、2档无法度通电，形成稀释。台南市园林美院最近就接到民德里甲大拿里长的反映，表示里内公有停车场虽然设置电池的交换站，但却一直用乌布来砍掉的，无对外开放。对此，议员上午嘛邀集市府停车管理科、台电、甲电动车业者来沟通。既然知道是台电没送电，那各部门的协调到底是怎么了？既然是没送，那是不是应该去由交通局这个公部门，因为我们那也是公有停车场，去催促到台电赶尽快来充电。那台电可能又会说到GoGo的这边，那跟GoGo之间又有什么因为什么契约的关系？我觉得这个是在沟通问题协调了。不会说个这样装那边装了1年都没有装，这真的会引起很大的民怨。为什么这段时间那大民众一直等啊？今天如果不是里长一直接受民众的一直反映，然后我们再一直跟你们沟通，一直反映，你看哪来的答案？我想哪天你们回这个要不可能还要再继续专税到年底，税到千月都有可能啦。对此，市府交通局回应。设点的问题只有电动车业者甲机关来做地，并无其他契约的关系。至于供电的部分，台电嘛坦承，有可能是包商当日困难而下呢。未来台电会加速供线的衔接，预计3月底进前就会用来供电。南区大林路110巷那个停车场那个部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那个手孔我讲专业手孔到那个点我们是没有衔接之前跟 GoGo 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有切割，不过目前就是没有把它衔接起来。如果可以衔接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跟 GoGo 的配合，预计我们这件工程是在今年的年底，我们外线就可以双电。对，3月底，对，我讲错，3月底。议员表示，依照大拿甲民德里的状况，原因就出伫各相关单位的反响，甲地向的沟通无够。伫个全市其他换电站，嘛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状况，因此呼吁相关单位应该全面清查，避免类似的状况再次来发生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